来，耶稣的你那为着你，因为你世界，耶稣愿地那为着你，提升我所在，看你身边的真家己，看你身边的这妹妹，看遐个关心。以上咱准备心来做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原起头，上主创造天甲地，地是空空混沌，深烟的面像乌红。上主的神运动伫水面，上主讲：就有光就有光。上主看光是好，上主将光暗分开。上主叫迄个光做日，叫暗做暝。有下昏有早起，是头一日。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71首，圣诗71首，请起立。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于武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外，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是，信国公同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国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启引文诗篇29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大官人的囝。恁着将荣光气力归予上主，归予上主。上主的声伫水面，荣光的上帝起雷。上主伫济济水的顶面。上主的声拍指必香树。上主拍碎黎巴嫩的必香树。上主的声，予火焰焚烧；上
上主的声震动旷野，上主震动加底斯的旷野。见那伫殿内的拢光荧光，大水泛滥的时，上主坐得做王。上主要赏赐快乐，予伊的百姓。同心来祈祷，赏赐性命快乐的上帝，我要用诗歌祈祷来学罗你，因为你丰盛的赏赐，阮会当活伫即个世界。你的名伫全地到极悬大，你将你的荣耀摆咧伫天里。我要存敬畏的心向你跪拜。你是天地的主，万有的上帝。阮看你伫天里所做的，甲你摆列的月甲星，要学罗你奇妙伟大的作为。阮遮捌经历过主恩典的人，拢要学罗你是慈爱良善的上帝。主啊，阮要称赞你，你堪得受所有的荣耀尊贵。因为你的疼，道成肉体，伫十字架顶担当阮的忧闷，害阮的痛苦。阮掠做你是受上帝的刑罚，但是你实在是担当阮的罪过，互阮会当得到平安。你忍受一切的批判，阮的性命实在得到医好。这个奇妙的疼是阮永远无法度了解，但是阮是有罪的罪人。定定伫内心行为得罪你，阮拢亲像羊行迷路，每一个人行家己喜意的路。求你伸手你怜悯的双手，医治阮每一个人内心刻下你心意的罪，互你的生气向阮来消除，互阮失去思想你的恩典甲话语，性命亲像一丛树，栽伫溪水边。按时结果子，叶也袂打去。原来阮手中所做一切的工，拢会当行通。当阮欢喜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，伫世界各地方犹原有侪不幸的代志在发生。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，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战争，犹原在继续。求你，互战争会当早早来结束，互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有真正的智慧，知影用武力无法度真正解决问题，也求上帝怜悯保守这国家的人民，除去因活伫战争中间的威胁甲惊吓，守护伊平安。阮也看见伫日本新的头一日发生严重的地动。求上帝的怜悯保护因，互因一切基本的需要会当得到满足。因为地动失去厝的百姓，求上帝，互政府会当真侪因的帮衬，提供安全的所在，会当互百姓得到暂时的安息。阮也要为着台湾来祈祷。后礼拜阮也要举办4年一届的总统的选举。求主保守规场的选举对头到尾，一切拢会当顺利来完成。祝福所有的总统候选人，互因有敬畏上帝的心，愿意搁较认捌全能的上帝，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甲上帝来三角行。阮深深拜咧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念讲。我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章第4节到11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39页。新约马可福音第1章第4节到11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39页。约翰来伫旷野行洗礼，传反悔的洗礼，互人得到赦罪。从犹太地甲耶路撒冷的证人拢出来就近伊，认因的罪。伫约旦河对伊受洗礼。这个约翰穿路道门，摇下皮带，食草莓，甲山影的蜜。伊传讲，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，缀要我来，就屈落来偷伊的话大，我也袂堪得。我捌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伊要用圣神甲恁洗。当这日，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伫约旦河对约翰受洗礼。迄时对水起来，就看见天离开，圣神亲像剪仔降临伫伊的顶面。
阁有对天有声讲：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你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对约旦河到旷野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拢知影，一出戏剧，也是一个电影，伊拢敢若有一位主角。对四本福音册的记载，咱知影这位主角就是咱的主耶稣。四本福音册因的作者用无共款的角度互相呼应，来互咱看见救恩的真相。其中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的形式是较瓦近的，所以因奉称作是强观福音。但是约翰福音伊的写作的方式较特别，所以咱若咧看耶稣伊做啥物代志，伊讲啥物话，咱拢会将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本的福音册放做伙来比较。但是伫今仔日耶稣洗礼这段经文，马可所描写的，较甲即个路加甲马太伊所描写的有非常的无共款。但是咱知影耶稣洗礼是遐尔重要一个记载。但是马可伊确实用3言2语就带过去。另外，伊对惊洗的约翰的描写，甲对耶稣的描写，会当讲是平做。这嘛，互咱会产生一个错觉，到底谁才是主角呢？其实马可福音真特别的所在嘛，毋若是这段，其他福音册所描写的真详细描写的，马可伊无用真侪所在伫描写。亲像耶稣出世的故事。伫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拢有记载，会当讲是非常的详细，甚至有家谱，互咱感受到圣诞节的美好甲温暖。但是伫马可福音，耶稣一出场就是伊的洗礼。另外，耶稣国活了后，马太福音是用耶稣吩咐伊的学生大使命来做结束，互咱遮的读者嘛感受到讲，我家己嘛有即个使命感。路加福音内面，耶稣国活了后，伊伫以马忤学生来显现，然后出现伫众人的面前，吩咐因爱听候来领受圣神。甚至伫上无共款的约翰福音，伫耶稣国活了后，耶稣嘛有3摆问即个彼得讲：“你疼我吗？”这问题嘛好亲像伫问咱遮的读者。但是咱若看马可福音的结尾，就是16章，伊是结束伫。遮个妇人人出去，离开梦就走，因为尿尿喘，也无人甲因讲啥物，因为因真惊。伫历史上找到上可靠的抄本，就是结束伫遮。马可福音就是结束伫遮。但是即种结尾会互人感觉讲太过软弱、无愿望，竟然是一群妇女因就安尼走去啊。所以咱若看咱的马可福音16章的第80了后，有一段的结论。学者认为这是早期的人认为讲这段经文看起来太过软弱、无气力，所以家伊加起嚟的。所以既然马可福音有安尼特质，有遐尔即种真特别的特性，为什么伫今仔日的教会历，今仔日的教会历是叫做救主受洗的日子？为什么伫救主受洗日子要经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呢？经其他3本福音册，毋是较详细吗？这是因为对旧年2023年的大降节开始，教会经课表就进入3年一轮的义年。义年就是用马可福音来做主体，互咱透过马可眼中的耶稣来思想救恩的故事。所以，虽然马可福音无亲像其他福音册有遐尔详细的描写，甚至会互人会感觉讲有淡薄仔老错，但是伊显明一个事实，就是咱的人生毋是一个童话，毋是一个故事，甚至会当讲咱的人生是充满真侪的无了解、真侪的误解，甚至咱永远找无答案的一寡的问题。伫主耶稣国活了后，当时的学生嘛是安尼呢，因的未来充满无确定，因毋知影方向。共款，咱遮读圣经的人，虽然咱认捌上帝的话，咱嘛相信耶稣有国活，但是活伫不安的时代，活伫罪的内面，咱有时会感觉耶稣好亲像是离开我，
无甲我同在，所以有可能咱的反应会甲遮的妇女共款。虽然知影耶稣已经过活，虽然听见天使对因讲耶稣已经过活，但是面对绝望的头前未来，因只有躲闪。但是马可福音嘛，好亲像留一个空白来邀请咱要安怎来继续即个国外的故事？因为耶稣的国外还未结束，但是伊要安怎发展，就看咱遮的信徒要安怎来跟地，要安怎来延续即个故事。所以马可福音用一个互初代教会，也是咱现代基督徒感觉真争议的问题来做开始，嘛袂互咱感觉真奇怪。即个问题是啥？就是为什么耶稣爱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？四本福音册拢有甲咱解说，当时真侪人来找即个行洗礼约翰，是因为因承认家己的罪，所以来领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。但是咱知影耶稣无罪啊，为什么耶稣需要洗礼呢？所以其他三本福音册作者真努力来解答。亲像马太福音描写耶稣家己讲：“担请问我，因为咱合义就安尼来真隆重的义。”马太福音的作者要互咱知影，耶稣愿意将犹太人看做亲戚安尼一个记号，来显明伫伊家己的身躯顶，来成做咱所有的人的模范。连耶稣拢洗礼啊，咱为什么无洗礼呢？另外，马可甲路加因嘛有记载，耶稣伫领受洗礼了后，有声音对天顶来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的。”这个马太福音记载讲：“即个是我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”有淡薄仔无共款。马太福音是讲：“即个是我的囝。”但是马可甲路加是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。”这两个作者所描写的即个声，是亲自对耶稣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。”这就是伫耶稣咧讲，无论你未来拄着甚物款的代志，无论你是伫旷野受试探，无论你是伫服侍过程中受侮辱、互出卖，甚至伫十字架顶受着刺杀，我拢无放杀你，因为你是我所疼的囝。兄弟姊妹，我看到马可福音也是路加福音，即个你是我疼的囝的时，我嘛感受着讲，即段话毋若是伫耶稣讲话，嘛好亲像是对你甲我伫讲话。有真侪时阵，咱伫生活顶，也是咱伫服侍过程经历对人来误解，对人来无欢喜，甚至是攻击，也是咱因为咱所受信仰的价值观，所造成一寡人际的冲突。也是自我内在的一寡冲突。啊，我信耶稣啊，我袂当甲以前共款啊。安尼一寡冲突，也是咱服侍到非常的忝。啊，为虾米我爱做遐尼济的服侍？也是咱捌因为义来受着压迫，这拢互咱感觉非常的孤单，咱想要放弃。但是当咱听到，当咱读到上帝对耶稣所讲的，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，咱会当得到安慰。因为耶稣伊捌经历过这痛苦，上帝应允伊无气杀，上帝应允伊要甲伊同在，因为伊是上帝所疼的囝。所以，望咱会当伫经文这真微细的无共款的中间，咱会当看见上帝的恩典，咱嘛会当看见上帝对咱的讲话。伫马可福音今仔日咱所读这段耶稣洗礼的经文，重点毋是放伫耶稣为虾米爱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，因为马可是写马可福音互罗马人看的，所以家谱无重要，仪式无重要，重要是耶稣的工课。所以耶稣伫传福音进前领受洗礼，这是要带出伊的身份。所以唯一的主角出现啊，另外一位就要退场啊。所以伫这段经文内面，敢若简单讲出行洗礼约翰伊的身份甲伊的任务。有一位比我较有关联的，缀尾我来，就屈落来偷伊的下大，我也袂堪得。我捌用水甲伊行洗礼。
我要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伊要用圣神甲恁洗。当时有真侪犹太人来找即个约翰行来洗礼，但是行洗礼约翰的洗礼，甲咱现代基督徒领受洗礼、归入伫主耶稣的名是无共款的。因为洗礼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非常普通的代志，因平常因为律法的要求，嘛爱去行清气的礼仪。所以行洗礼约翰的洗礼对因来讲，甲平常因所清气的礼仪共款，不过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真侪人来找行洗礼约翰来领洗礼。但是约翰纠正因的观念，伫其他福音册，伫马太福音，咱有看见约翰骂遮的人讲：毒蛇的泪啊，一水只是恁闪避将来受气啊！哇！行洗礼约翰讲甲非常的严厉，意思是讲，恁遮犹太人啊，恁想讲恁来领洗礼洗清气就好啊吗？毋是安尼，恁的内心若无真实反悔，来我遮洗嘛袂当保证恁将来会当平安通过审判。所以约翰伊讲话是遐尔直接来插入人的心，但是佫有遐尔侪人来受伊的洗礼。这互咱看出，伊伫当时的犹太社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。甚至有人会去问伊讲：“你敢是迄个要来的弥赛亚？”嘛有人问伊讲：“你敢是迄个以利亚先知？佮历史上任何其他一位先知定身来到世间嘞？”约翰伫当时会遐尔互遮犹太人重视，嘛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伊的出世。伫约翰出世之前，天使对伊的老母讲：“你要生即个囡仔，以后以色列后裔侪侪人活转来归主，就是因的上帝。伊要用以利亚的心神甲才能，行做头伫主的面前，互做爸活转心伫囝，互背义的人趁义人的智慧，为着主备办合用的百姓。”天使有安尼对伊的老母讲安尼的预言。伫约翰出世了后，伊的老爸撒加利亚嘛，互圣神充满，嘛讲出伊的囡仔将来人物。婴仔，你也要称做至悬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备办伊的路，互伊的百姓对得着赦罪，就知拯救的恩。所以咱知影，约翰会当讲是一个传奇人物呢。伊对还未出世，到伊出世，到伊伫旷野替人行洗礼，伊会当讲是一个传奇人物。伊若是一个小贪的人，伊会当滥用遮物件来享受荣华富贵。但是咱看见约翰无安尼做，甚至伫耶稣出来传福音了后，伊就停止伊的工课。因为行洗礼约翰，伊非常清楚家己的身份。伊知影，伊对迄当时的人的洗礼，毋是真正得救的洗礼，是认罪悔改的洗礼。所以伊嘛讲出后一次的洗礼，才是真正的洗礼。有一个比我较有关联的，伊要用圣神甲恁洗。耶稣即个约翰知影，伊来是为着主耶稣来备办头前的道路，是为着福音来备办适合成长的一个心田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，福音要伫一个人的内心成长，是需要有一个适合的土地。若无，就亲像耶稣所讲的譬如，当即个种子落伫石头地，落伫路边，落伫刺皮内，就无法度成长。所以约翰来替耶稣来剪开头前遮野草、遮刺皮，将路里的石头刷互走，互耶稣的福音会当侵入人的内心。但是这个石头、这个野草、这个刺皮是伫讲甚物咧？这就是咱的罪。罪毋是做毋着代志才是犯罪，罪也是伫讲，当咱抵挡上帝，当咱拒绝上帝，当咱离开上帝远远，这嘛是罪。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，因的石头是甚物？因的石头、因的野草、因的刺皮，就是因过头接受律法，掠家己做义。毋过对伫咱现代基督徒咧，
世间的挂虑，享受对家己过头的自信，这感嘛已经挡伫咱甲福音的中间，互咱无法度真正享受福音所带来真正的平安甲喜乐吗？所以这段话嘛是伫提醒咱，咱需要求主帮助咱拄起这个阻挡，因为咱非常的软弱，咱常常互这个石头刺皮动力，咱无想要读圣经，无想要聚会，无想要服侍，所想的只有家己。会当讲有种种的试探伫引诱咱，互咱的心渐渐互这野草石头来填满，已经无所在互福音来成长啊！莫怪咱无法度伫咱的信仰内面来得到快乐，咱灵心倒退，也认为讲我洗礼就够个，甚至开始黄面无看家己的罪。英国的神学家约翰卫斯理，伊伫牧会时有拄着安尼一件代志。有一天，伊讲道煞，徛伫门骹口送伊的会友，有一位中年的女士向前对伊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知影我是一个罪人。”这个卫斯理牧师就讲：“无毋对，你实在是一个罪人。”无想到，迄位女士面一变，活转身离开。行几步了后，佫越头气噗噗青因的传道先生。原来，伊讲家己有罪是客气话，哪会知影即个卫斯理做人非常的诚实严肃，毋知影回伊客气话，所以惹着即个会友非常的无欢喜。即位太太转去厝里想几工，哪想哪受气，就去找卫斯理，去到伊的厝，问伊讲：“先生，前几工仔你伫教会门骹口，为虾米当众人的面讲我是一个罪人呢？”即个卫斯理讲：“是你家己讲你是一个罪人啊。”迄位女士讲：“我讲我家己是罪人会使，但是别人袂当讲，因为我实在比我的厝边好几啊百倍。若我是一个罪人，伊是甚物咧？”卫斯理讲：“伫世间有客气即件代志，但是伫上帝面前无客气即件代志。”讲了后，伊拍开圣经，照圣经所讲的，问即位姊妹几啊个问题，但是即位姊妹拢无法度回答出来。最后，真正圣神感动伊，伊流落目屎，伊对卫斯理讲：“安尼，我真正是一个罪人，请先生替我祈祷。”卫斯理带伊跪落，认罪祈祷，了后，伊也欢欢喜喜来离开。咱的心需要定定求主来摒扫清气，咱才会当专心悔改。因为这个世界太侪事物在影响咱，咱若无安尼做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咱来讲，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宗教，对咱袂有任何的帮助。另外，这段经文嘛会当讲是耶稣出来传福音进前的一个备班。当伊领受约翰的洗，对约旦河起来时，耶稣看见天离开，圣神亲像剪仔降临伫伊顶面，阁有声对伊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你。”伫马可的描写内面，上帝直接向耶稣讲话，互耶稣看见天离开。接煞，这个声音嘛呼召耶稣进入旷野，面对另外一个新的挑战。耶稣在世拢总有2摆天拍开，上帝对伊讲话记载。第一摆就是耶稣的洗礼，第二摆是伫耶稣得要受难进前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甲约翰到伫山顶，耶稣伫遐改变伊的形象，规身躯发光。搁甲以前即个摩西也是以利亚做伙讲话，迄时嘛有声对天顶来出现讲：“即个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，恁着听伊。”所以上帝有2摆的显现，互耶稣伫关键时刻得到勇气，会当去面对充满困难的未来。所以这嘛互咱看见，耶稣的洗礼毋是结束伫迄种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你”迄种真阳光的场景。
因为圣神马上带伊去到旷野。旷野是一个芳远的所在，去遐受魔鬼40天的试探。所以咱知影洗礼毋是一个结束，伊是一个开始，是一个面对搁较大磨练的开始。所以伫真侪兄弟姊妹准备要领受洗礼进前，也是拄啊洗礼了后，拢会拄着一寡的挑战。20几年前，有一个青年，伊准备要领洗礼啊，上课嘛上过啊。伫迄天要领受洗礼迄天，伊厝内人来教会，甲伊带走，因为因全家毋是基督徒，所以毋准伊领洗礼。一个大人呢，所以原本迄本要送互伊的圣经，洗礼的圣经，今仔日搁伫迄个教会的橱仔内面。嘛有青年甲我分享，伊洗礼了后，伊的父母嘛就强迫伊爱举香拜拜，因为因认为加拜一个神哪有要紧，但是伊非常的痛苦。所以洗礼无代表咱对答了后就一帆风顺，甚至有可能咱会面对搁较大的试探，也是引诱。但是马可福音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伊无亲像其他福音书的作者，其他福音书有记载讲即个试探的过程、内容、结果。因为对马可来讲，遮个拢无重要，重要是耶稣已经得胜啊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伊有一栋真美丽、真水的别庄，内面拢总有10个房间。有一天，伊伫厝里，叩叩叩，有人来弄门。伊一开门，是主耶稣。耶稣讲：“我想要入来住，你敢要互我入来住咧？”少年人非常欢迎，讲：“欢迎欢迎！即间厝上好的房间是伫楼顶，即楼顶迄间房间有上好的家具，所以耶稣，我将上好的房间互你住，请你来，请你来。”第二天，阁有人来弄门，叩叩叩。少年人一开，竟然是魔鬼撒旦。少年人无要互伊入来，就伫门骹口甲魔鬼拍起来。甜到暗时，伊才勉强将即个魔鬼撒出去。但是伊已经是无气力，精疲力尽。这时伊就想：毋对啊，耶稣毋是住伫阮兜，敢讲伊无听到我伫楼骹伫遐喊话吗？为什么伊无来帮助我咧？所以伊上楼去问耶稣。耶稣，我互你上好的房间，为什么你无帮助我？耶稣应伊讲：我的囡仔，伫这10间房间内面，你住9间，我干那住1间。这个少年人好亲像是觉悟啊！伊讲：对对对，主，我知影我毋对，安尼咱一人一半，你住楼顶5间房间，我住楼骹5间房间。第二天早起，阁有人来弄门，叩叩叩。少年人讲：“一定阁是魔鬼阁来啊！我无想要开门，但是万一是别人咧，安尼我开一个窗，看一个就好。若是撒旦，我紧关门。竟然阁是撒旦！但是少年人想要关门，即个撒旦非常的奸巧，已经将伊的骹放伫即个门洞咧。所以因2个人阁伫遐拍一工，到暗时，即个少年人甲勉强将即个魔鬼撒出去，将门锁起来。但是伊无气力，完全精疲力尽。伊阁想讲：我毋对啊！我已经将一半的房间互耶稣住呢，为什么耶稣无帮助我？伊就去找耶稣。耶稣，撒旦过来找我啊！我已经互你5个房间，为什么你无帮助我？耶稣讲：囡仔，咱来换一个做法好无？你将10个房间拢互我，然后你来住伫我的厝。毋是我来住恁兜。少年人跪落来，将大门的锁匙交互耶稣，讲：主耶稣，我现在将规间的厝拢交互你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来住伫你的厝。但是第2天早起，叩叩叩，阁有人来弄门。少年人倒伫面床顶，烦恼到要哭出来，讲：魔鬼阁来啊！但是就即时，伊听见伊的门外有脚步声。脚步声行去大门口，少年人甲想着讲：即是伊毋是厝主啊！厝主甲需要去开门，
所以伊密伫耶稣的后面，看耶稣开门了后会发生什么代志。无想到，当撒旦看见是耶稣徛伫门骹口，竟然毕恭毕敬讲：歹势，我弄唔着门啊！兄弟姊妹，耶稣是上帝所差来，要来帮助咱的拯救者。伊已经赢过试探，所以，互耶稣来帮助咱面对试探甲攻击吧。咱的一生一定会拄着对约旦河即种真充满阳光，但是佫行到旷野爬远的即种困境的经验。伫迄个所在，只有野兽。只有爬远，你是要安怎面对咧？继续靠家己吗？无人会当帮助咱。但是当耶稣被办好伊家己，当耶稣有信心的同在，伊就得胜啊！咱也相信，当咱跟着耶稣，虽然无保证咱的一生非常的顺利，但是得胜的主一定会为着咱的性命负责任到底。但是你敢愿意将你的一生交予得胜的主耶稣来管理咧？今仔日是一年的头一个主日，盼望咱嘛搁一届伫主的面前决志，主耶稣，请你来入我的心，做我的王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即时阮恳求你清气阮的心，互我备办好家己会当来迎接即个拯救者的来临，救赎阮的耶稣。也恳求你伫我的内心做王，掌管我的性命，互我无搁靠家己，互我相信你才是我真正的帮助者。也恳求圣神时刻伫我的内心提醒我，互我知影我是属上帝的囝儿，我无属伫世界。伫你的引带下面，互我每一日会当过合主心意的生活，直到你过来。愿安尼祈祷是靠救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即是咱做伙来备办心，咱要来做咱各团契，也是咱遮的主任、咱遮的团长、队长的就任。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444首，圣诗444首。要吟的时嘛，请所有会长、团长、队长来上台来准备来就任。
以我所疼的兄弟啊，我所疼的姊妹啊，恁着坚固，无摇掣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知恁着活伫主的，毋是空空。现在咱要举行咱教会遮的团契的会长，也是咱国服师遮的团体的遮的主任队长。咱即时，咱请恁做伙来三角来听来应答我的话。请问有传道？好，伫遮请我听恁来应答。恁要领受恁教会所交托互恁的遮个团契会长、圣歌队敬拜乐团儿童诗班，也是各级的遮个主日学的遮个积分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？恁要领受即个职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，独独尊伊做主，来尽恁的职务，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山小会官兵，设立恁做咱教会的遮个团契会长、敬拜乐团、儿童诗班、圣歌队的队长，也是各级的主任。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，甲恁的所做，常常关心交托伫恁的遮个事，尽力伫主的工来荣光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所愿今仔日，咱将遮个会长、遮个队长、团长、遮个主任交伫主你的手，主恳求你来帮助因，当因伫你的面前领受即个职，恳求主你赏赐因气力，互因会当伫所交代的遮个职务内面，会当忠心负责。主恳求你来帮助因，也互因有牧者的心，会当伫因所负责的遮个囡仔，也是遮个兄弟姊妹的中间，来成做因的好的牧者，来关心、来照顾遮个游群。主恳求你赏赐你的气力、智慧伫遮个当工的顶面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互咱即时咱请活过头，互咱来介绍咱遮个当工。但是咱今年度上年团契会长就是亚会，吼，咱拍拍啊，加鼓励。还佫有咱的妇女团契会长，就是咱的慧娟姐；和咱的儿童诗班的团长，和童庆执事；和咱有圣歌队的队长博雅执事；好，敬拜赞美团的团长是婉莹；和咱的牧区吼无共款的年龄的遮负责的主任，吼咱对上细汉的幼儿组的张慧执事，吼佮咱的魏传道，伊是儿童组，吼佮少年组的宋瑞执事，吼咱嘛替因鼓励。啊，咱中间咱若有妇女上年的年会的兄弟姊妹嘛，欢迎来参加这两个团契。咱厝内若有囡仔嘛，会当来参加遮的。无共款的主日学吼，咱嘛有圣歌队欢喜唱歌，伊也唱歌的嘛，当来参加圣歌队，也是敬拜乐团的服侍。互咱多谢遮个同工，互请恁回座。然后甲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日的死，甲伊同埋葬。是亲像基督对爸的荣光，对世人中国活，也要互咱安尼行伫活命的新款。罗马书6章4节。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日死，甲伊同埋葬，是亲像基督对爸的荣光，对世人中国活，也要互咱安尼行伫活命的新款。罗马书6章4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72首，圣诗72首，请起立。
坐。奉献请廖桂干技师、徐同庆技师、廖穗芬技师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请看消息报告，周报第5页。第3点，中山国小生命教育事工定1月9日礼拜日上午8点要举行结业式，请义工老师7点半伫辅导室集合，欢迎关心校园事工的兄弟参加。第5点，有收集2023年周报的人，请带来教会做伙来装订，请伫顶面写名，收电到1月21日礼拜日为止。第6点，教会定2月9日礼拜529暝暗6点，要伫教会举办爱在松山除夕围炉活动，欢迎袂当转去故乡，也是单身兄弟小家庭参加，也欢迎邀请朋友来参加。为着要备办食米，请伫1月21日礼拜日以前，伫1楼公布栏登记。第8点，本教会定7月10日礼拜3到14日，要伫花莲庆丰教会举办加拉太书读经营，欢迎兄弟报名担任小队辅导，也是活动组的同工。要参加的请向宣教组蔡淑芬长老来报名。请牧师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新的朋友，咱欢迎江寻珍、王品斌姊妹，欢迎。有一位是赵子宏弟兄，欢迎，在新加坡来的，欢迎欢迎。
好，咱嘛今仔日真欢喜有2位的牧师伫咱的中间吼。第一位咱对较远的吼，那个对加拿大回来的吼，梁世荣牧师，欢迎。啊，坐伫4楼的吼，郭宗林牧师迎全家，欢迎。好，咱嘛真欢迎咱的兄弟石生宏弟兄，就方向执事的第2后生，伊将伊的会籍对卫理公会高雄荣光堂转来咱本教会。今仔日生宏敢有来？无来吼，嘿，伊伫新竹咧上班吼，咱嘛恳求主来祝福，咱嘛欢迎这位兄弟将会籍来转来咱的教会。好，咱的兄弟李世珍兄伫昨嘛举行所有的个别礼拜拢结束了吼，我毋知今仔日因厝内人有来无？有吼。好来，这是伊的第4的儿子吼，甲媳妇，吼，咱嘛继续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。好，嘛欢迎恁会当继续来到教会。好，咱今仔日咱伫1楼有看到一寡的迄个圣诞红，互咱的兄弟姊妹若有意爱，当带回去伫遐来栽培吼。咱无看即个圣诞红枯枯的吼，因为伊伫教会内面拍袂着迄个日头，但是咱拢有按时浇水，吼，所以你会当带转去继续来培养吼。好，咱今仔日嘛真欢喜看到庆福兄，嘿，庆福兄吼，伊带伊姑姑吼，今仔日会当转来甲咱做伙聚会，互咱真欢喜看到伊，嘿，互咱嘛继续替伊祈祷，替伊加油哦。好，咱即时咱来为着咱遮个大岛的事项来祈祷，但是咱为着世界，互咱嘛看见即个。若是震惊的所在吼，咱嘛看见日本伫1月初1所发生的地震，咱嘛恳求主帮咱，互遐复原的工课当紧紧来复原。互咱嘛为着台湾，特别咱过来拜六咱的选举，恳求主会当来，互规个选举过程都会当真顺遂。互为着伫各地宣教宣教师，为着咱的建堂的事工来祈祷，为着怀孕的姊妹婉莹、明医来祈祷。嘛为着伫厝里疗养的遮兄弟姊妹，庆福兄、林水长老、清真兄、信实姐、慧玲姐、秋菊姐、白长老娘、阿卡姐、西江兄、民主姐、邓妈妈、金生兄、道明兄、俊兴兄、赵雄兄、应轩、张老师、龚琪姐、陈启雄长老、怡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佑庄兄、李雀老师，互咱嘛继续替遮兄弟姊妹祈祷，咱即时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今仔日2024年的头一个主日，你互阮兄弟姊妹组织伫遮，阮嘛有阮真久无看见的遮兄弟姊妹，也是对其他所在来的遮的兄弟姊妹，阮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，主愿往你献上阮上大的讹乐甲敬拜。主也恳求你帮助阮，阮是赫尔啊卑微、佮软弱的人，伫阮的内心有侪侪的需要，阮恳求主你。帮赞你扶持，总是合你心意的，恳求你成就；无合你心意的，也恳求你来修正。主恳求你帮赞，互即个世界伫你的印刷下面，罪恶的部分会当互你来修复。帮赞伫战争的所在，伫天灾的所在，伫妖魔的所在，伫有人伫遐哀哭悲伤的所在，恳求主你的安慰，你的拯救紧紧来临到。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。恳求你帮助阮的教会，伫即个社区，阮所做的遮个事工，拢会当合主你的心意。也恳求主保守，所有的遮个伫服侍当中，享受因快乐。无论是伫公园的赞美操，伫校园的遮个义工老师，也是遮个当工因伫无共款的所在服侍，恳求你拢享受因快乐。主，阮也要为着教会的怀孕的姊妹祈祷。恳求你保守元英甲明医，互因甲因巴肚内囡仔拢得到主你的祝福。也为着身躯欠满伫厝里疗养的遮兄弟姊妹祈祷，恳求主你医治、你看顾，也享受快乐，互因厝内的人。阮将兄弟姊妹，所有兄弟姊妹，阮新的一个礼拜，拢恭敬交伫主你的手里。恳求主你引带带领阮，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即时来吟圣诗398首，圣诗398首，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。
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奉献的